过来一项上课的时阵爱真注意的，就是爱创作全台语的环境。这个部分可能伫一寡所在无法度完全是安尼。比如讲，你若是教一个完全袂晓讲台语的初学者，你当然无可能上课的时阵拢无讲英语，对吧？不过这个环境无需要是规节课，你可能一节课内底有5分钟是安尼。比如讲，你解说了，过来5分钟拢是台语，因为拄则解说过啊，所以过来会当拢用台语。有全台语的环境，就准讲干那5分钟，嘛是最重要的。阮囝细汉的时阵，有捌去台湾会馆的台语课，囡仔台语课，迄阵毋是阮私院底教，阮找别人教。转来了，阮囝就话讲，我敢会使卖去？我问讲是安怎？伊讲，因为先生台语骗我较烂，我想要去遐学。是要有这款感觉，因为迄个先生伊就是一直爱用中国话来解说台语的物件。广告是啥物？伊就袂使，伊就无法度讲红的规矩，伊就爱直接讲出来。迄个中国话是啥物件？雨伞是啥物？伊就袂使讲你落雨的时阵出门抓一个头壳顶的物件，伊无法度安尼解说，伊就爱直接讲出。所以伊就讲，我去是伫学中国话，是伫学台语。对，有这款的困扰所以咱爱有迄个意识讲，若是会使，你爱创作一寡全台语的环境出来，所摆咧，你咧教的时阵爱有真侪，比如讲完全袂晓讲的人，你爱有真侪用笔的，讲，比如讲阮咧教主讲课，迄个认真切的，迄个长头爱插，你都爱用笔互因看，安尼敢毋当理解？其实是会当理解的，所以无需要真着急直接用另外一个语言来解说台语的代志。